12歲嘅運動女將黃卓詩猝死，死因庭星期四裁定佢係死於自然。舊年4月，卓詩一日之內2次暈倒，送到屯門醫院檢驗。由於佢嘅心跳每分鐘得43下，較正常人嘅低。當時嘅兒科專科醫生鄭恩華認為卓詩可能有運動員心臟，並且排期出年做心電圖檢查。期間因為兒童心臟科主管放假，未能夠攝期處理，最終都冇做到檢查就出院啦。出事前一日，卓詩亦都曾經覆診，醫生話佢冇咩大礙，可以返屋企休息。但係到第2日喺睡房嘅床上猝死。死因庭經過3日嘅研訊，陪審團一致裁定卓詩死於自然。死因裁判官接納專家證人嘅意見，話卓詩係患有 QT 間期延長綜合症，並且指出係有一套測試嘅方法作出診斷㗎，但係鄭恩華醫生就冇做到，係專業判斷有問題。卓詩嘅父母就表明會追究責任，又力數屯門醫院同埋鄭恩華醫生。身為一間政府嘅醫院，將我哋啲市民嘅生命嚟交飛，同埋你冇咁嘅知識，冇咁嘅經驗，你就唔好立亂話人哋心臟運動員心臟，即係你都唔係專科，亦都唔係都唔判斷唔到。咁你又俾咗個名人哋，然後又嗌人帶出院，又唔俾治療人哋，又唔俾藥物人哋，直情唔好嗌醫生啦，係嘛？就算呢間醫院，我覺得都唔係叫醫院咯，叫19區咯，27樓咯。雖然個女已經過咗身1年幾，但係潘女士話個女不時報夢同佢溝通，喺之前一晚就報夢要佢寫低呢一首打油詩，抒發感受。咁我覺得佢傳達呢個信息俾我咯，今晚咁我就寫低之後，我就啲眼淚就冇再流咯。陪審團提出咗3個建議，其中包括醫護人員放假期間應該確保有其他人跟進工作，以免高危嘅病人病情受到延誤。由於診治卓詩嘅醫生鄭恩華可能涉及到專業判斷嘅問題，並非死因庭可以處理，裁判官就認為應該交翻俾醫務委員會處理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